有好多人都唔知道腎臟係典型嘅沉默器官，平時受損幾乎係唔會有明顯嘅痛感嘅。等到感覺到唔舒服嘅時候，腎功能往往已經嚴重受損㗎啦。所以大家平時一定要多啲留意自己嘅身體變化，尤其係明知自己腎功能比較弱嘅朋友，如果出現下面呢8種信號，就要警惕腎臟可能出現咗問題，最好揾腎臟科嘅醫生檢查一下啦。第一，長期容易攰、渾身乏力，稍微喐一喐咧就大汗淋漓，咁呢啲可能係體內代謝嘅毒素排唔出去，堆積喺全身，仲會影響造血功能。就算瞓足覺都恢復唔過嚟，做少少嘢就覺得好虛，出汗特別多，呢啲係腎病最早期最容易被忽略嘅信號。第二，全身莫名嘅皮膚發癢，嘴巴常有一股氨味異味，腎臟排卵排毒能力變差，毒素堆積喺皮膚就會發癢，沖涼都緩解唔到嘅，尿素冇辦法隨住尿液排出去，會由呼吸道揮發，嘴巴入邊仲有一罐難聞嘅尿騷味，刷牙都消除唔到嘅。第三，腸胃變差，食唔落嘢，經常嘔心反胃，嚴重嘅咧仲會嘔吐，堆積嘅尿毒症毒素咧會持續咁刺激腸胃，好多人一開始咧以為係腸胃病，反覆嘅治療咧都係唔見好嘅，根源咧其實喺腎臟，尤其係食完飯之後咧嘔心感咧會更加明顯。第四，小便泡沫比較多，好耐都唔散開，日頭尿量變少，夜晚就頻頻夜尿，呢啲都係因為腎臟濾過屏障壞咗，蛋白質流入尿液就會形成細密散唔開嘅泡沫，腎小管濃縮功能下降，白天流唔住水，夜晚頻繁咁上廁所，一晚起身2、3次以上，呢啲都係腎臟受損嘅表現嚟㗎。第五，朝早起身眼皮浮腫，到下晝連雙腿腳踭都會浮腫，呢啲係因為腎臟排水功能下降，水分排唔出去，堆積喺體內。朝早眼皮嘅腫脹係最明顯嘅，企得耐或者行路之後就會發生小腿一撳落去就凹陷嘅情況，休息一晚都消除唔到，咁呢啲就係腎源性水腫嘅典型特徵啦。第六，後腰兩側經常酸脹，隱隱作痛，腎臟就喺後腰嘅位置，一旦出現炎症積水，就會拉扯腎臟嘅包膜，引發持續嘅腰酸，呢啲唔係單純嘅腰肌勞損引致嘅反覆唔舒服。第七，面色蒼白、頭暈氣短，並且檢查後發現貧血嘅情況，腎臟會分泌造血所必需嘅促紅素，係腎功能受損之後由於分泌不足，造血會跟唔上，導致出現腎性貧血，成個人就會顯得氣色差，容易心慌、頭暈，呢啲係判斷腎臟受損好關鍵嘅一大信號。第八，反覆尿道感染，頻繁尿頻、尿急、尿痛，尿道同腎臟相通，長期反覆發炎，細菌就會上行侵襲腎臟，時間耐咗，慢慢損傷腎小管，一步步發展成腎功能不全，所以尿道感染一定要徹底醫好，唔可以拖。以上8種表現單獨出現可能問題大，但同時中咗2、3種，一定要盡快去檢查一下。我係麥特人參腎臟專科嘅黃醫生，我哋中心喺嚟緊嘅星期六下晝有一次免費嘅腎功能檢查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點擊一下報名參加。